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1，罗马书12章10安尼讲：听着诚心诚意，着万分歹，坚持好，着用兄弟听，互相相听，着真心相敬重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诚心诚意相听，万分歹，坚持好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是慈爱的天父，愿敬拜你，因为你本是听，你用永远的慈爱去应允，互阮成做你的儿女。主啊，你伫基督内面显明救赎的恩典，假使阮什么是听，甲谦卑的模样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，你爱阮听兄弟姊妹，着诚心诚意，着真心互相敬重。主啊，这实在是一条无简单，总是极英美的道路，因为只有互你听充满的人，才通做会到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真正用诚心诚意来听人，万分歹，坚持好，得主你欢喜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